喂，咁遲㗎，等你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咧，我同全媽媽嘅老 best 就係佢啦。佢喺我哋屋企咧已經10年嘅叻茶機。睇下張出世紙先，1528哦，即係15年出世喎。我嗰陣18歲，18歲波波吹，唔係話張台啊，係話我。以前細個翻到屋企啊，就隨手將啲衫啊袋啊擺晒喺上面，所以成日俾全媽媽鬧，叫我執翻好啲嘢，唔好亂咁劈。大個咗就生性啦，梗係會擺翻啲嘢入房，大家都終於有翻張台用咯。喺呢個咧長幼文化咁明確嘅韓國傳統家庭咧，就算我幾燥都好咧，反台係真係冇可能發生噶。多謝你咁多年嚟咧都屹立不倒啊，陪咗我哋10年咁耐，辛苦晒！今年香港 IKEA 已經50歲啦，陪伴咗我哋半世紀咁耐，好多家私咧已經變咗我哋嘅老 best， 陪住我哋一齊成長。如果你都有件老 best 家私嘅話咧，就快啲參加 IKEA 半世紀慶生有獎遊戲，贏到大獎咧，等 IKEA 幫你全屋免費大改造。